2024年10月9号，第44届和第45届东盟峰会及相关会议在老挝首都万象拉开帷幕。此次峰会的主题是增强东盟互联互通和实力。开幕式由老挝国家主席通伦西苏里和总理宋塞西潘敦共同主持。出席此次开幕式的包括老挝总理宋塞西潘敦、东盟各成员国及东帝汶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以及配偶。此外，东盟共同体三大支柱的相关部长及高级官员、东盟秘书长与副秘书长、东盟常驻代表、各部门负责人、总统嘉宾及代表团成员也悉数到场。通伦西苏里主席在开幕式上向各与会代表表示热烈欢迎，对东盟各成员国以及东帝汶的到来表示感谢。他高度赞扬了东盟成立57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尤其是在建设东盟共同体、维护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方面做出的努力和贡献。通伦主席表示，东盟的成就为各成员国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并强调这些成果不仅对区域内国家有益，还对全球产生积极影响。在致辞中，通伦西苏里主席还特别感谢了东盟成员国、对话伙伴、东盟外部伙伴及东盟秘书处对老挝在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期间给予的支持。他对各国在老挝主持东盟事务过程中给予的合作与帮助表示衷心感谢。宋塞西潘敦总理作为东盟轮值主席国的代表，在开幕式中进一步强调了加强东盟互联互通与合作的重要性。他特别提到了东盟青年组织在加强区域联系中的积极作用，并对其在印度尼西亚的代表单位表达了赞赏。宋塞总理表示，老挝将全力推进东盟互联互通计划，希望借此机会推动东盟共同体的建设与发展。作为2024年东盟轮值主席国，老挝的主题是增强东盟的互联互通和实力。此次举行的第44届和第45届东盟峰会及相关会议，既是2024年最具规模的区域性活动，也展示了老挝致力于推动东盟一体化进程的决心与愿景。通伦主席和宋塞总理都在期待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此次峰会能够取得圆满成功。